除了辛苦的消防员，嘛唔通袂记哩医护人员当为台湾的防疫在拼命。而喺南投，讲有病院叫外送，外送员竟然甲医护人员讲，病院真垃圾，恁真垃圾，爱护理人员家己到病院的外口来提餐，这是互因真艰苦。当然嘛有头家人真善心，唔若愿意来外送，而且只要是医护人员来订便当，拢总拍7折。 外送的人员加小烫烫的中餐送入来病院，医护人员真感动。你们都一起送哈？对啊。之前有一名护理师中昼叫外送，结果外送员爱护理师去大楼外面体，还佮对因讲病院真垃圾，你嘛真哪知，互护理师真艰苦。觉得我们做这一行怎么好像有点被歧视的感觉？ 有护理师归去上班之前，先买面包起来，甚至是家己炸便当，因为愈来愈多店家唔肯外送，护理师嘛担心被大标签。除了用餐之外，其实也会蛮担心，在就学的孩子不知道会不会被排挤。那我们会在把门做一些心理的建设，好，也要呼吁，就是说一般的社会大众，至少要给他们一些精神方面的鼓励。这个是主菜，对，这是主菜，双拼。 不过嘛有餐厅业者推出医护人员订便当拍7折的优惠，还佮用保温袋外送，用实际行动支持第一线防疫人员。我们可能不懂医疗的专业，我们至少可以让他吃饱，是在轮班的岗位上可以尝到美味、新鲜、热腾腾的便当。 武汉肺炎和医护人员的工作量增加，嘛承受袂少压力。民众关心的一个动作、一句鼓励，拢是互因坚持落去的力量。